封禁小紅書咧，就係打壓言論自由同埋反民主嘅。咁我就認為咧，對於言論自由咧，呢個確實咧係一定程度嘅打壓嘅。因為咧，台灣有成300萬嘅用戶，咁無論點樣嚟講咧，都係俾咁多人咧就失去咗自己喺中意嘅平台上面發聲同埋社交嘅機會㗎。但係我哋要睇一睇大嘅環境，對於台灣嚟講，而家最重要嘅事係乜嘢咧？唔係話保住民進黨、國民黨，甚至咧都唔係話佢自己嘅選舉，最重要嘅咧係自己嘅生活方式。咁假如台灣真係俾中共統治嘅話咧，咁香港嘅遭遇，特別係之前冇幾耐嘅鴻福苑大火咧，就係台灣嘅前車之鑑啦。確實冇人保證話咧，如果封禁咗小紅書咧，就可以禁止認知戰。但係對於台灣嚟講，為咗保留自己嘅生活方式，如果要打壓一定嘅言論自由咧，呢個咧就係必要嘅犧牲啦。